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27公视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立法院昨三读通过抗业法修正案，甲接者采控者无需要经过地主同意的条款提调，而且是以原住民基本法第21条为基础，落实原住民的自相同意权等等。因那公共电视法修正案也三读通过，甲选任当干事的同意门槛下降到2/3，也甲交易经费的上限提调，这个天邦甲伊提调。修正通过。公共电视法修正案三读通过，经过13年公共电视法第一遍修正，其中第2条删除经费捐赠的相关上限，改度2001年到即马长达23年的新台币交易的捐款上限。一个第13条，公司基金会董事的人数由17到21人减做11到15人。当干事的选任同意条件，自原本的3/4降到2/3，来解决过去董事会8968天拢选不出来情形。强大我们的政策力道，加码投资。我相信台湾优质的影视内容产制绝对可以跟上日本的 NHK， 赶上英国 BBC， 甚至能够追赶韩国 KBS。没有国际性电视台实际经营的绩效之前，就想要到国外设台，这样把政府的预算投入钱坑。难道越来越多声音说干脆把公司废掉算了，现在修法要花更多的钱是对的方向吗？还是成为无底洞？文化部长苏铁讲，这边修法用2个月改变20几年的困境。公司基金会董事长胡万辉讲，完成任务需要国家充裕的经费支持，希望修正案通过了，政府会让扩增捐赠的预算。公司基金会也全力提供符合社会时代需求的公共服务。决议矿业法修正通过。另外，抗业法修正案也三读通过，这边修法有重大变革。本来第31加第47条，分别是采矿无需要地主同意，加申请延期原则核准。这2条互人叫做8项条款，伫修法了拢删除，而且开采是改做有限度等6项重点，来监督135个矿业权的开采。感谢过去齐柏林导演冒着生命危险记录这块土地的容貌。今天，我们也将矿业法的修正成果献给祈祷。水利业的领头大年讲，和平加速2个厂已经通过环评，和平厂也伫咧去年主动完成4个石矿的部落资讯停书。阿年是讲，公司一向拢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切拢依法办理。以前是安尼是，即马是以后也未改变。地球公民基金会讲，矿业法自1930年立法到即马93年啊，真侪拢无符合即马的时代，而且拢是较偏向矿业权者迄边。民间团体经过7年的努力，总算修正通过，改变强要加100年的矿业霸权。记者综合报道。昨日伫宜兰的头城有教练载一个香港的游客为山顶飞飞行线，本只要倒伫海沙坡煞落尾煞落到人的人家厝的空地啊，是藏病医治疗。飞行线的负责人解说讲是锁啊拍架才会造成意外，不过经过县政府调查发现，这个业者根本就无营业许可。双脚大力踏出去，人就飞出去啊！美景近在眼前，想要体验飞的感觉，飞行线是选择之一，就却是传出意外。十六外伫徛街边啊，小小人一直爱听，飞行线互手机定调咧，真侪警消到现场救援，教练倒脚受伤，人客头壳受伤，也有倒脚骨头断去，奉送医急救。滨海路2段附近有飞机伞坠落，2人受伤，都医师清楚，送医治疗。受伤的53岁香港籍市长的查某人，26早起10点外，第55岁四周的教练，伫宜兰县头城体验飞行线。原本要降落伫外澳的沙坡，半途开始方向偏煞去，目的地是愈离愈远，最后摔伫个徛架空地啊。教练对消防讲，因为风伤透失去控制，也毋过这个负责人说解释讲，甲气候是无关系。
它就是起飞的时候伞绳有卡住的问题，它是正手起飞，他没有发现，出去以后一飞出去就来不及了。他是助理指导员，提出这个证书来证明，讲这出代志教练是有专业的资格。起飞了才发现飞行线唔对，负责人讲对方向甲风速来看，拢符合国际标准。只是伫出代志了后，宜兰县教育处已经下令来停业，甚至查出讲这业者是非法营业的。业者的部分是有合法的商业登记，但是依规定还要再取得飞行的一个经营许可，这部分是还没有取得。宜兰县教育处讲，已经组成调查小组，即要无重大疏失会辅导业者合法化来经营。不过飞行线体验是法度完成，其实无讲业者因判断的条件也是有差。国际规定的话是风速每秒不得超过6，我这边规定是风速平均不得超过4。风速紧也是慢，好天也是落雨，顺风也是无顺风，甚至像近期马湾风台来逼近，是毋是有影响？种种因素拢爱综合来考虑。这回乡乡事故更加互违法经营的问题来浮现。记者综合报道。基隆校园的食品安全搁再出问题，昨有国小学生领误牛奶了后，过个人腹肚痛，送病院治疗。目前市政府有派人采检，因为进前有业者的胖内底有糖。检方调查了后，认定业者的食品生产履历有造假的情形，因是诈领补助金上百万。去病院看身体无爽快的小学生，希望因较紧来恢复健康。因为基隆的安乐区一间国小日发生14个学生啉手上供应的牛奶了后，出现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去治疗。依法会调查清楚，那如果是他们的责任的话，那我们会按照卫生相关的法规，一定会开罚，然后也会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议会不分党派，当然是希望说市政府在未来能够严格监督营养午餐的事件，因为已经不是发生第一次。学校疑似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包括教育和卫生单位拢派人去学校调查，采集检体送验，希望较紧把原因查出来。教育处嘛要定营养中斗等的主题条例来规范。针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检查出如果确定的话，我们后续会以祭典的方式来做相关的处理。如果他们有被验出相关的病原菌，我们会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可能会被处6万以上，甚至到1元的这样子的处罚。因为基隆一间高中进前营养中斗等的胖，才出现活的糖，即马佫有厂商供应的牛奶出现问题。学校内面的食品安全嘛，互家长是真烦恼。对这食国量强调未来基隆的营养中斗等拢会纳入廉政平台，评审的时阵是邀请检廉做伙来参加。若是有问题甚至违法的厂商，互予检调，爱彻底查清楚。那有诈领补助款的情况，总共搜索10个处所，包括这一间特定的蔬果行约谈负责人，总共有12个人到案。对学生的中斗等出现活糖这个案件，检验2个是去供应商遐敲吹，约谈负责人等相关人士到案。检方认为厂商是涉嫌用假的生产履历诈领补助金上百万，获审了后，照早期罪负责人等9个人以5万到20万来交保，其他3个请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3大报的内容。因为少子化有济私立学校退场，教育部长潘文忠讲，伫彰化关联的私立中州科技大学，估计7月份会停办退场。教育部甲内政部目前正咧会勘中州科大，这可能是国内头一间私校退场了后，校地会转做社会主体的案例。教育部公布今年正月到3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计共有812人。其中走路人有103人，比平去年拢有增加。但以每10万人口来看，走路人死亡人数基隆市是上悬。那甲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上侪的前3名是台北市、台南市甲基隆市。有摆就发生用户资料外泄的事件，全国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业者公布补偿的方案，除了伫9月份会加500块的骑车票券，直接送到受影响的会员 App 当中。若有个案互人骗，补偿上悬有2万块。所来带大家关心，强度风台马娃继续挖进台湾。中央气象局估计，暴风圈可能会再变大，嘛提醒民众礼拜海涌也会再变大。
后礼拜一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另外，上雨署也当咧过点各县市对外道路接断去的地区，准备因的避难收容处所，也阁有设施。货车甲货一车一车载过来，工作人员赶紧一箱一箱甲物资搬上船。为了确保外岛的民生物资充足，所以增加载物资去绿岛。受到强烈风台马瓦的影响，台东往回南苏的船帮会伫27全部停驶。因为台东往回绿岛的船帮，嘛伫28游客拢落船了后，就全部停驶。因迄基本上的补给，他们还是会多放一些进去。这个我看大概就2天，他们这个每天都有。强烈风台马瓦愈来愈挖台湾，中央气象局预估，马瓦伫8礼拜进前会向巴士海峡行煞，了后速度变慢，向北挖台湾东部的海面。礼拜进前整体天气相对稳定，不过北部东部会出现大影。后礼拜一开始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按算后礼拜一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后续无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它的最有利发展大概就是这1-2天之内，在接近台湾北转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是有可能逐渐的减弱的啊。不过虽然减弱，它的强度上还是在还有可能是中度台风的这样的强度啊。气象局表示，马瓦风台这2天的强度也有可能会增强，暴风圈嘛也有变大的空间。为了做好防灾的准备，消防署开发防灾 App， 新增加11个国家即时翻译，方便外籍人士掌握灾情，而且增加声音警示的功能。若是拄到灾害受困的时阵，会当发出声音，帮助搜救人员找到人。透过 Google Translate 这个软体呢，有11种语文提出来的意象、图像、状况，那我们国外的朋友也可以了解最新的情形。为了减少风台带来的风险，已经清点14个县市188笪，较因为灾害正做孤岛的所在，完成避难收容所、粮食准备等等防灾准备的工作，希望做好充足的准备，把灾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表示，会援助台湾价大过1美金的军事设备。即阵有风声讲，头一批刺针飞弹昨已经送到桃园机场，不过国防部的方面是无证实这个消息。美国通过总统拨款权，援助台湾5亿美金的军备，直接提供美国库存武器给台湾。头一批刺针飞弹传出2日透早已经送来台湾。我们跟人家签约了、付钱了，结果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先到货。那现在人家说我要送你的，我先给你，那当然这个可能款式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监射的这个刺针飞弹，但是型号上面跟我们买的还是不一样。国防部低调无证实，敢若讲美国因应军售延前阶段性的措施，相关的品项台币拢有共识嘛确定。学者分析，刺针飞弹有隔空、防空火力，下用单兵作战，方便炸来炸去，会当机动部署去作战的位置。台海若是爆发战事，解放军展开2车定律，国军会当用刺针飞弹反制中国的直升机甲无人机。你也可能部署在这个松山机场的周边等等就是中国可能会实施这个直升机架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直接飞进来进行载运人员或装备的这些重要的地点。美国援助台湾武器装备，嘛透过对话甲军事主动，避免台海冲突。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认为，台海冲突并不是无法度避免的，美中一起沟通对台海稳定也是有帮助。We believe that deterrence is still strong, and that the costs of conflict for Beijing remain not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bear. That the costs would remain too high. 瑞特纳证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想要伫6月份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甲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不过，煞是互中国以李尚福方列做是制裁对象，拒绝对话。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昨下晡3读通过排污条款，未来若犯着乌金、枪、甲毒等等重罪，佫有判刑10年以上的人，规世人拢袂使参选。前总统陈水扁认为，这个修法是违反宪法，佫要用性命来抗议，引起关注。修正通过。3读通过，立法院2日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新增加排污条款，
包括北环国安3法、反渗透法、贿选、乌金庆毒、甲同罪同刑者，经过判决确定袂当参选。毋过对反洗钱防治法判决确定者不得参选，甲判10年以上刑度也未定限者袂当参选，这两大争议引起违宪的议论，条也无共识，所以开始表决。民进党团已经所优势通过正义的版本，国民党批评讲，利用敢若尊者赖清德的讲法，也若时代力量是指控民主规的倒退路。曾犯性侵害的这些人，不应该成为公职候选人。很遗憾的，民进党团不敢跟进，应该全部的刑法上面的这一个条文，如果你有触犯到的话，都应该终身不能参选啊。而杀人罪章没有放进来，而重伤罪章没有放进来，而强制性交的罪章没有放进来呢？选罢法新法实施了后，头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民进党将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定一了涉嫌反洗钱防治法入监服刑，未来袂当搁再参选。前总统陈水扁连续几日讲，替因后生走总，批评修法违宪，佮讲要用较激烈的方式来达成伊的诉求。我们也了解阿美的心情，我长期要最挺前总统的吧，那很清楚嘛，哦，那是党团一致的决议，他要怪我也接受。针对陈水扁无排除伫选举会有重大抗议，郭建明强调讲，伊理解陈水扁的心情，毋过解决无退路，这是党团一致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梅山山区4月7日时，发生山友为着要救护山猪条掠到的狗仔，结果人嘛打到山猪条的代志。嘉义县表示，用类似山猪条的物品伤害动物，会当罚5万5到7万5。豆豆啊，甲叶仔背去边啊，才发现讲下骹长的血疹。4月7日时阵，就山友为着要救护山猪条掠到的狗仔，家己嘛打到山猪条的代志。是这个弹簧锁，钢的弹簧锁啊，如果没有人拿那个夹子去解开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我一个人也没办法解脱啊。我那天刚好是穿那个野战靴啊，不然的话，会受伤啊！嘉义县加强一病防治所讲，互这种山猪条掠到的动物，若是无人去救，毋是误事，就是爱断一支脚。目前梅山地区通报山猪条的案件真多，嘉义县政府嘛专工到现场了解情况。使用捕兽夹或山猪吊残害动物，依动保法可开罚1万5到7万5。如造成动物死亡或肢体严重残缺，最高可处2年以下徒刑，并科200万元罚金。他或许说他要捕山猪或是猴子，结果那边没有山猪猴子，大部分都是夹到狗了。所以2间山梅山附近的狗，你看都是有3脚的也有2脚的，很残忍。山友就表示，山猪条拢藏伫叶仔甲土下骹，若毋是专工要来找，其实根本看袂到。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这个问题，莫互山猪条伤动物也是伤人的事件继续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新竹市有90年历史的下竹町，是日本时代的警察宿舍。即马煞有人伫壁顶乌白当印仔。保安局表示，这已经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上悬会当罚200万。查甫人回头看来看去，出来竟然摕纪念印仔，伫遮当地有90年历史的壁刀顶悬。文化局至今发现了后，宣传也无法度创清气，袂讲实在真过分。我们是已经试着用水把它淡化了，对，但是擦不掉。对，因为它是白灰的墙面，所以墨水会渗进墙面里面，就没有办法完全清除。实在很难想象，就是怎么会有人在这么漂亮的历史建物上面去做这么过分的动作，就是非常没有公德心。新竹市文化局指出，目前当咧厘清对方的身份，这款行为恐惊已经触犯文化资产保存法，会当罚3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那现在警察也在搜寻就是嫌疑人啊，等他到案的时候，我们应该会请他做毁损部位的那个白灰的复原。那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就是维护古迹跟修复古迹，其实都要投入非常多的心力，也要靠大家的共识跟公德心。这间起在1935年的日本式建筑，过去是用来做警察宿舍，后来经过整理，真无简单，才对外开放。文化局希望大家来这参观时，会当共同来保护历史建筑。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高雄大寮一田定定出现青皮杜丁，因为一食农作物附近阁有幼稚园，家长是真烦恼。高雄市农业局是随派人去掠，一天就掠到74只。手伸出去，一只绿鬣蜥就掠伫农业局人员手头。高雄大寮上寮里有家长伫公园内底看到绿鬣蜥，农业局接到通报了，于是派人去附近掠，竟然一口气掠到74只。体型袂细绿鬣蜥趴伫树仔顶，地点就伫上寮里即个公园，因为边仔就是幼稚园，嘛互家长烦恼，惊到囡仔也是造成伤害。幼幼班老师发现的，对，然后我刚好带小朋友来这边玩。对，然后他就说：“那边有绿鬣蜥。”会啊，这边很多小朋友都在这边玩啊，还有学校啊。毋但公园甲幼稚园，目睭看过，大部分拢是田地、树仔甲排水沟的上寮里。绿鬣蜥常常出现偷食作物，互农民是过气过无奈。伊咧逐工来食，伊咧固定食迄个所在啦。辛辛苦苦植栽的农作物都会被这些绿鬣蜥全部都吃掉，其实算毁损蛮严重的。高雄一年大约会使掠到5000只绿鬣蜥，里长表示，大量的绿鬣蜥已经影响居民生活。但因为绿鬣蜥是活物，往往等掠的人赶来已经无看到影，希望市府接到通报会使赶紧赶来，并伫附近扩大搜查，互居民会使安心生活。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咱台湾文学家赖和是医师，另外伊也是社会运动者。5月28是伊的忌日，赖和纪念馆即阵甲伊的文笔捐予台湾文学馆，希望即寡文笔会当有更加好的保存环境。文化部长苏德为赖和纪念馆代表的手中接下赖和作品创作的手稿，将来侪赖和的文笔，拢会由国立台湾文学馆收藏。赖和纪念馆方面会展出复制品。其实上主要的部分是赖和的手稿啦，手稿是包括伊遐小说啦、汉诗啦，还是这个其他遐新诗的伊的所有的手稿，我拢甲捐予台湾文学馆来做博物馆。后续我们可以活化这些文物，我们让这些文物不只是躺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希望它可以进一步的可以活用运用，然后让社会大众看见。赖和纪念馆表示，因为民间纪念馆的资源无够，侪赖和的文笔无法度妥当收藏，所以决定把文笔交予中央安排更加好的保存环境。就是中华这个3年前这个大雨，这个横式恒温刷去互伊水有逆流，就有甲一寡手稿小可无顺着文学馆我来了解以后，摕去甲迄修复，修复了我真好势。赖和纪念馆表示，虽然纪念馆未来干那复制品通展出有淡薄可惜，但是经过赖和基金会董事会决议，要是决定捐予中央，相信对长久保存赖和的文笔来讲，会是较好的处理方式。记者郭文正春由台北报道。社会讲到时代定收到的议题，就是长照、甲社会福利等等。现主是有民间团体甲95岁以上的族群合作壮世代，希望社会通改变对因的看法。台湾现主是65岁以上的时代占14%以上的高龄社会，估计2025年就会是20%以上的超高龄社会。讲到时代，大家定想到的是社会福利、长照这寡议题。现主是有民间团体甲55岁以上的人合作壮世代，帮社会改变对因的看法。咱即马想要来看这老人啊，拢该当作是安尼社会负担。退休了后，顾20-30年，20-30年拢免创啥，拢没有政策，都没有产品，你要哪过？民间团体认为，壮世代无亲像社会所认为的，退休了后就无代志做。若有好的政策引导，壮世代就通发展侪可能。因提出呼吁，希望检讨有年龄歧视的政策，也检视教科书内底造成时代刻板印象的内容等等，帮为体制开始改变。这人口学问题是铁律一定会发生的代志，但是无看到咱的政府有什么对策啦。都是用福利政策，哪边出问题赶快福利补贴一下。整个的结构无改变，整个生态无改变，这问题一定是愈来愈严重的。我们都是壮世代，让爱传承下一代。
民间团体26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向各党团求支持。有侪下党派立委拢签联署。民间团体希望针对壮世代的刻板印象，通为个人开始改变，落尾就通影响政策，各有社会的观念。明年总统大选，因也会检视各候选人敢有具体证件，对外公布因的看法，互各界参考。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今仔日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24度到30度。外岛地区23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再会。